一贯道新园山庄如何性等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台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朱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五圣宫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湖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，五圣宫，供奉五大菩萨。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、活动照片、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、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、自世外桃源、